这是地雷，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在哲蚌寺出席甘丹武供法会；西藏石渠县藏人因反对采矿活动遭中共大规模抓捕；安全部长加日卓玛出席北方邦西藏讲座系列活动。西藏人民议会在新德里展开对应倡议工作。全球藏人庆祝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36周年。每周展望90华诞及慈悲年庆祝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应藏传佛教格鲁派全体僧众之共同恭请，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日12月14号莅临哲蚌寺出席纪念宗喀巴大师圆寂的甘丹武供殊胜法会。在这一吉祥庄严的法会上，为纪念尊者于1959年在拉萨参加格西拉让巴考试66周年，1974年正式获授格西拉让巴学位51周年，以及1975年印度格鲁派佛学院中央考试委员会成立50周年，由拉丹曲珠大祈愿法会基金会与格鲁派佛教文化协会共同铸造以金印精制而成的全新格西拉让巴纪念奖，由甘丹赤巴、强泽曲杰、下巴曲杰恭敬成全于尊者，以表感恩与崇敬。另外，隶属于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的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于本周二11月16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西藏康区石渠县近期发生的严重事态发展。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曾拉丹巴坚称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点介绍了今年11月初在西藏东部石渠县甲伊乡甲伊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根据消息人士提供的信息，11月15号下午，当地村民在色霍地区发现非法或未经协商的采金活动后，随即向乡镇当局反映情况，并试图组织作业。此后，当地局势迅速升级。据悉，甲伊乡官员拒绝回应村民对破坏环境及社区权益的合理关切，并声称该土地完全归政府所有，指控村民阻止采矿的行为属于非法行为。长期以来持续存在的政治高压、环境破坏以及对民意的漠视，最终导致当地民众与政府代表之间发生正面冲突。11月6号晚间，当局在甲伊村展开大规模夜间抓捕行动，采取挨家挨户的方式拘留村民，并将其押送至石渠县进行审讯。据估计，约有80名藏人被拘留，其中至少7人至今下落不明。随后，甲伊乡被当局全面封锁，统战部门、公安机关、武警及乡镇政府联合实施的高压管控，没收居民手机，切断对外通信，并警告民众不得向外透露任何信息。武警和军方人员在公共区域和道路巡逻，实施高度监控。发布会还指出，石渠县的采矿活动并非个案。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地长期存在由地方官员与商业利益相关方推动的采矿与水利项目，对当地的河流、草原及宗教圣地造成严重生态破坏。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部长加日卓玛于本周二11月16号以主宾身份出席了在印度北方邦瓦拉纳西举行的从全球视野看冈仁波切、马旁雍措及印藏关系为主题的西藏讲座系列活动。该活动由印藏协调办公室主办，为期1周。加日卓玛部长在多名知名人士共同出席的讲座活动上，阐述了冈仁波切、马旁雍措在全球宗教与生态层面的重要意义，并重申以非暴力、以对话作为解决藏中冲突的可行途径。
活动期间，外交与新闻部下属的西藏博物馆策划的印藏关系专题展览同步展出，以图文方式呈现印藏文明交流的历史脉络。此外，在印度国会冬季会议召开之际，由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布索南丹培率领的议会常务委员会代表团，于上周五12月12号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对印倡议工作。在过去的一周，代表团分为3个小组，分别会见了多名印度政要，其中包括印度国会事务部长兼少数族裔事务部长基伦里基珠、农业与农民福利部国务部长巴基拉特乔达里，以及道路运输与公路部国务部长哈什马尔霍特拉。此外，西藏议员们还会见了约40多名印度国会人民院与联邦院的议员，以及少数族群领袖、不同宗教与信仰团体的负责人和代表。在交流中，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团呼吁国际社会承认西藏是一个在历史上拥有主权、现遭占领的国家，并敦请印度政府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达赖喇嘛尊者的代表或经民主选举产生的藏人领导层展开实质性、无条件的对话，以解决长期未决的藏中冲突。代表团同时呼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就中国对西藏自然资源的开发及其对区域和全球气候系统造成的影响启动科学研究调查。他们还敦促国际社会加大压力，要求中国允许独立人权组织及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进入西藏，并无条件释放包括第11世班禅喇嘛在内的所有藏人政治犯。此外，议员们进一步呼吁建立国家层级的立法框架，以应对中国的网络化权威主义及其虚假信息的攻势。这些行为正在破坏民主制度与全球稳定，并敦促印度立法者在所有国家及国际平台上持续就西藏人权问题发声。另外，在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36周年暨第77个世界人权日之际，全球各地的藏人以文化活动、集会举人道行动纪念了这一重要日子。在费城、纽约及瑞士，当地藏人社区与支持西藏团体共同举行和平集会。在费城的纪念活动中，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西·夏皮洛、美国参议院约翰·费特曼及费城市长谢雷尔·帕克出席并致辞。他们表达了对达赖喇嘛尊者毕生致力于和平与非暴力的崇高敬意。另外，在英国、瑞士、列支敦士登、多伦多及台湾的藏人社区也通过各种活动纪念了这一特殊的日子。而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则在当地施州所担任志愿服务，为无家可归者与弱势群体提供餐食。在悉尼，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华人事务联络官达瓦桑姆出席了题为“亚太地区反抗政治镇压”的亚太研究小组会议，并发表演讲。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代表噶玛森格对悉尼邦迪海滩发生的悲剧深表哀悼，该事件造成数十人死亡和受伤。代表噶玛森格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慰问和祈祷。在印度境内，崩扎曲松藏人定居点、昆培林藏人定居点、米沃曲培林藏人定居点、库鲁伊马纳里藏人社区、昌特拉、康嘎托、西里古里、德里桑耶林、达吉林、普罗瓦拉及瓦达纳西等地的藏人社区，也通过全天性祈祷法会、文艺演出、社区表彰、餐食分发与幕间活动，共同庆祝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36周年及国际人权日。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作为达赖喇嘛尊者90大寿及慈悲年系列活动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一周里，包括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及周边地区、印度各地的藏人社区，通过各种活动推广尊者的慈悲理念及普世精神。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及周边地区，当地藏人和支持者成功举办了环境清洁行动。
在印度崩扎曲松藏人定居点的九世华诞组委会与社区大厅举行祈祷法会，诵经祈咒，祈愿达赖喇嘛尊者法体安康，长久住世。而米沃曲培里藏人定居点与德拉敦藏人定居点的九世华诞组委会，在当地藏人民众的支持下，向周边的印度村庄分发食物、毛毯与衣物。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